碧霞宣教士之佳美腳蹤，而長情的守望者。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呢？如果守望一個摯愛嘅人，直到終老都還係合理，但係點解咁多同白姑娘相處過嘅弟兄姊妹都覺得佢係一個長情嘅守望者呢？佢點可能一個人同咁多人有長情嘅關係呢？喺哥林多後書3章4至5節咁樣講，我哋原來係因為基督先至有呢份嘅信心，並唔係我哋憑自己能夠承擔啲乜嘢，我哋所能承擔嘅係出於神啊！就好似呢，前田裕浸信會有李京華姊妹嘅分享。我記得咧，佢離開香港一段日子，再翻嚟田裕探我哋嘅時候呢，嗰時我哋個個都大晒啦，但係佢竟然間一見面就話：等我啦，講出你哋每一個人嘅名啊！佢真係講到啊！當時我哋真係覺得好驚訝，哇，好犀利啊！咁都記得嘅，怎樣為之長情嘅守望者？就係一種關係可以達到長、闊、高、深。長方面，佢所有嘅受訪者都表達佢嘅關心，可以有認識嘅一天，直到終老。正如我哋製作呢條片嘅時候，所受訪問嘅人同佢嘅相識已經達到40多年之久。大家從呢啲嘅相片睇到呢啲嘅人由年青到年老嘅變化，就知道白姑娘係幾咁長情㗎喇。以下落嚟，我哋仲會有一個喺長康浸信會聚會嘅簡曉華姊妹嘅故事片段嘅分享。我係簡曉華。我返咗長康咧40幾年啦。佢留意我喺咩聚會啊、團契都冇乜點出聲，冇乜嘢講，佢覺得我有少少怕同人哋相處。後來去同幾個宣教士咧，每個星期一咧都去大嶼山嗰度行山，咁邀請埋我同埋另外3個宣教士去，就講啲説話咧，關心同埋鼓勵我，令到我咧同人哋相處嘅時候咧，唔會覺得難相處或者係尷尬。喺長康嗰度咧有成長有改變，我亦都喺出邊認識咗好多朋友，亦都將福音傳俾佢哋。以下我哋就睇下白姑娘對人嘅關心係幾咁闊呢？我會由我個人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喺我一入當時嘅青衣浸信會，白姑娘就急不及待嘅接待我，從我年少認識佢1對1嘅栽培，揾我侍奉，然後我拍拖嘅時候不斷嘅同我傾偈，甚至呢輔導我，讓我呢可以真係踏上紅地氈。大家可以聽一段大約1分鐘，佢喺我婚禮裏邊做旁白嘅廣東話係幾咁流利啦。神讓你嚟睇到做一個好人，一個好嘅妻子，亦都可以遇到神。係啊，但係會唔會太遲咧？因為我已經向你求過幾次婚，會唔會有咁嘅耐性去等候佢咧？已經係放棄咗咧。點知後咧一啲都冇放棄，反而將整件事交落俾神。咩覺得叫佢將佢，而每個家都冇，咁就只有一個
你哋已經白姑娘能夠咁認識我整個拍拖嘅過程，係因為當中佢係陪我一路嘅去傾戀愛嘅掙扎，同埋與我同行。除咗我自己嘅家庭，佢亦都關心埋我嘅上一代父母信主，仲有我姐姐整個嘅家庭，還有當時係由青衣浸信會開荒到長康浸信會嘅冼淑儀、梁近東整個嘅家庭。我哋除咗呢啲家庭係越嚟越闊嘅，係被佢係關懷之外，佢唔單止係當時代嘅關懷，亦都係離開咗長康浸信會之後，佢仍然嘅喺每一次返嚟同我哋去相聚。除咗家人，當我蒙召之後，我喺侍奉路上一切所遇到嘅開心或者係危機，佢都係即時嘅回應、聆聽、禱告。最重要係帶我去到神嘅面前，領受神嘅心意，做一個忠心嘅僕人。所以白姑娘對人嘅關心真係由個人以至家人，以至由初信以至到末後，佢都係一直關心到如今，係好闊好闊嘅。關於高，佢嘅守望係點樣高法呢？係知道佢一定會帶我哋去到嗰一位至高者嘅面前。通常佢關心人嘅模式都係咁嘅，佢會話：我聽到啦，我明白啦。你讓我諗起一段嘅聖經，不如我哋就用呢個應許嚟到去禱告啊，帶我哋去到至高者嘅面前啊！我會求神帶領我要睇邊聖經裏面邊度，咁我就求上帝帶領我識得點樣做，主要係求神醫治我，令到我嘅醫生知道上帝係大能嘅神，冇用人嘅智慧限制住上帝嘅恩典，上帝聖靈嘅帶領添。我唔係天使，只不過係神嘅工具，一齊祈禱，讓上帝作出一啲嘅工作喺佢嘅心裏邊。白碧霞宣教士最喜歡神嘅一個名字就係至高者，佢同我哋嘅關懷守望，最終一定會帶我哋去到呢一位至高者嘅心懷裏邊。讓我哋聽下2014年佢同我哋又彈又唱嘅詩歌，點樣讓我哋放心因着呢位至高者掌管明天，我哋就有咁嘅信心，無論主帶我哋去邊度，我哋一定嘅跟隨。有許多美好的事情
白姑娘對人嘅關心係可以好深嘅，原因係因為佢係對人有好似天父咁樣嘅接納。我哋能夠好安全嘅去到佢嘅身邊分享任何嘅事情，就算係自己最瘀嘅一啲嘅事，幾軟弱嘅一啲嘅事，就算係幾咁傷心欲絕嘅事情，由於佢嘅包容接納，我哋都可以分享。就算係幾咁不公平嘅事，幾咁荒謬嘅事，由於佢嘅體諒同埋明白，我哋都好樂意嘅同佢嚟到去分享嘅。白姑娘係一個3A 嘅守望者。首先，佢係一個accessible 嘅人，因為佢好肯學廣東話，就好容易去接觸。正如佢初嚟嘅時候，跟一個叫 Sally 嘅幼稚園老師，好似小朋友咁謙卑咁樣去指住每一樣嘢去學習廣東話。即使到咗退休，佢仍然同一個叫鍾太嘅姊妹，每星期都通電話，用廣東話通電話去操 fit 自己嘅廣東話。白姑娘仲係一個 achievable 可成全嘅守望者，因為佢會將我哋所分享嘅係恆切嘅代禱，而且亦都引導我哋按住聖經嘅應許嚟到禱告。若我哋所禱告嘅係有神嘅心意，神當然會聽啦。最後一樣最重要嘅就係佢係一個 available 嘅守望者。available 嘅意思就係你一定唔難揾到佢，原因係佢係好上心，佢會即刻嘅回應我哋嘅困難。就算係佢退咗休之後，喺 WhatsApp 度佢都會盡快嘅回覆。我非常之欣賞呢一個3A 嘅守望者 ，accessible 可溝通嘅 ，achievable 可成全嘅 ，available 可上聯繫嘅守望者。一個好深嘅守望者，係深到扎根磐石咁深。最後請大家聽一聽白姑娘彈堅固磐石作為呢段影片嘅結束啊！我咁樣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阿門。